全新一季回家小百科又同大家見面啦！今集我哋會帶大家過橋去一個好多華人都識嘅地方，就係 Richmond。Richmond 位於溫哥華南面，鄰近機場。呢度係第一代嘅華人移民集中地，呢度有超過一半都係華人，而且香港人嘅比例仲要特別高，所以好多人都叫呢度做小香港。叫得做小香港，梗係有好濃嘅港式風情啦。喺呢度你隨時可以揾到茶餐廳、酒樓、街市、大型商場、寺廟，甚至端午節都仲有龍舟比賽。基本上呢度乜都齊晒。除咗食同買好方便， Richmond 嘅未來發展都好值得期待。市政府喺2025年通過咗個好重大嘅基建計劃，呢個計劃會直接影響未來20-30年成個 Richmond 嘅發展。換句話講，呢度會越嚟越方便。至於家長們最關心嘅教育呢，都唔使擔心。Richmond 屬於優質嘅38校網，呢個校網對於初來報到嘅華人學生嚟講會比較容易適應。為咗等大家可以由內到外更加認識 Richmond， 我哋回家小百科會一連3集，同大家由生活配套、未來發展同教育呢3個方面去拆解呢個地方。下一集我哋將會同大家介紹一下 Richmond 區嘅生活配套，到底呢度有幾方便呢？記得唔好錯過啦！